感受到香港係一個好有溫度嘅城市，即係大家都好團結，係好有溫度嘅，係啊。咁祝大家新年就萬事如意。我希望可以考上心儀嘅中學啊！可以喺呈分試考得好啲，考上心儀嘅中學。好啦，喺大家期待嘅同時呢，我哋先請幾位主禮嘉賓，我哋補多幾張相先啊！非常的熱鬧，然後就是對2026年更有期待，更加加油，就很熱鬧，很興奮，很開心。我專門來跨年的。從哪裡來啊？從山東來的。感覺怎麼樣？很不錯，很有氛圍。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因為之前是煙花嘛，這次比較新穎。